昨日伫咧火车顶是捡到这有史以来上界大条400万的现金，主人是一个姓吴的越南移工。伊表示讲，这条钱内底有50万是借的，其他是伊食头路欠落来的。不过因为这钱是真大条，所以讲警方正咧查讲这钱敢有问题，暂时要甲现金还互伊。今日早起，这个移工是正常去上班，搁再强调讲钱确实是伊的。是你丢的哦？我忘记啦，不是丢啦，是你掉的。强调400万不是垃圾，是袂记摕走。就称是失主的男子是家己做菜场的移工，考核上午正常上班，无愿意搁再讲搁较侪细节，代替史上捡到现金相关经验。警方等咧厘清，敢有牵涉到非法地下汇兑等不法的情事，暂时无法度互伊甲钱领回去。移工在台湾地区不熟悉银行的汇兑流程，所以资金的往来借贷均以现金来处理，查证的时间会相对的不容易。有限，第二个很慢，第三个手续会很高。正常银行汇兑是会台币换成美金，那美金到当地再换成越南盾。初步掌握400万内面50万是男主所借来，其他金额是伊甲伊的小弟伫台湾工作真侪档所欠的钱。虽然伊甲警方表示，这是为着要行进前甲亲友借钱买越南厝的借款，警方无排除伊打算要用这条钱来买台湾的土地。只是帮助业者嘛讲，外籍人士要伫台湾买土地也是厝，拢需要入台湾籍，嘛互案情疑点真济。若是当时当甲钱还伊，爱等警方调查无不法，有估阁爱一段时间。公司新闻王刘婷丹、hen君林慧婷高雄嘉义报道。